小心呢種呼嚕聲，可能咧真係要命。晚黑瞓覺嘅時候咧，記得觀察你嘅另一半嘅呼嚕聲。如果係最後一種咧，建議你立即去叫佢檢查啦。睇完咧，記得要轉發俾身邊嘅朋友。一種咧係牛叫式，冇咩事嘅，一般係工作攰嘅啫。第二，卡痰式，亦冇咩事。第三咧係震唇式。除咗咧會噴啲口水之外咧，都冇咩事。第四，電鑽式，除咗嘈咧都冇咩毛病。第五係斷氣式，呢種咧就要引起重視啦。建議咧及時就診，呢個亦叫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徵，因為咧氣道過於狹窄，吸唔到足夠嘅氧氣，血氧飽和度咧下降，時間長咗咧可以導致高血壓、冠心病、房纖，甚至係心梗、腦梗，有啲咧嚴重嘅咧瞓一瞓覺都冇埋。睇完咧記得轉發俾身邊嘅朋友，提高警惕。